夜叉，深淵的守望者。第一章，暗潮湧動的深淵。魔龍深淵的裂隙中，暗紫色的霧氣翻騰不息。夜叉矗立在懸崖邊緣，手中的鎖鏈鐮刀冥淵之勢低垂，刀刃上流淌着來自地獄的業火。他的被動技能深淵凝視能標記視野內的敵方英雄，每層標記降低目標5%的傷害輸出，疊加至4層時觸發靈魂剝離，強制目標原地禁錮1.5秒，並受到最大生命值15%的真實傷害。這角色根本是刀鋒寶貝的天敵。測試服直播中，知名主播阿曼激動到破音。畫面裏，夜叉在敵方野區單挑刀鋒寶貝，任憑對方連刷3次大招，卻因被動標記疊滿而遭禁錮，最終被夜叉的2技能業火鎖鏈拖入深淵。直播間瞬間刷爆版本救世主刀鋒黑星出世。然而在職業圈，教練們盯住數據面板眉頭緊鎖。夜叉的技能早過於全面，1技能裂雲斬可位移兼群體減速，3技能深淵領域更能在範圍內持續抽取敵方生命值轉化為護盾。更致命的是，他的大招冥府召喚能復活1名陣亡隊友，代價是自身進入虛弱狀態60秒。這不是平衡，是造神。戰隊經理在群組裏傳訊，準備好 ban 位吧。減號減號減號。第二章，被詛咒的救贖者。選夜叉，你腦子進水嗎？鑽石段位的排位賽中 ，ID 深淵詩人的玩家被隊友狂噴。他默默鎖定夜叉，想起3個月前的那場車禍，右手神經受損後，他再也無法駕馭需要極限操作的刀鋒寶貝，直到夜叉的出現。不同於刀鋒寶貝的殺戮節奏，夜叉的強勢在於以守代攻。開局反野時，他利用1技能越牆騷擾敵方打野，2技能鎖鏈精準纏住刀鋒寶貝的腳踝，中斷其連招。當敵方中野聯動強殺射手時，他算準時機開啟深淵領域，硬生生將隊友從死亡線上拉回。原來不用收割也能贏。深淵詩人看着結算畫面金牌輔助的標籤，指尖微微顫抖。但夜叉的詛咒隨之浮現。某場高端局中，主播殺神風操控夜叉大招復活隊友，卻因虛弱狀態被敵方集火秒殺，導致團滅。論壇頓時湧現大量嘲諷帖，復活隊友不如帶復活甲，操作難度比刀鋒高10倍，收益低10倍。職業選手更直言，這角色需要全隊配合，單排根本是累贅。減號減號減號。第3章，深淵中的光。東南亞邀請賽的決賽舞台上，韓國戰隊 Void 再次對上中國星塵。這一次 Void 首搶夜叉，星塵則秒鎖刀鋒寶貝。夜叉克制刀鋒，笑話。星塵的 Fly 冷笑。他開局放棄反野，直撲邊路連拿2火人頭，經濟壓制下甚至硬剛夜叉的深淵領域強殺後排。然而比賽進入第15分鐘 ，Void 的夜叉突然改變策略，他賣掉所有防裝，換上純輸出裝冥王權杖，並在關鍵龍團時閃現切入，用大招復活己方已陣亡的輔助。他復活的不是輔助，是時間。解說思考 ，Void 的輔助牙牙帶着復活後的無敵狀態，用大招群控住星塵全隊。夜叉隨即開啟深淵領域瘋狂吸血。當 Fly 的刀鋒寶貝試圖收割時，卻發現自己的傷害被4層深淵凝視削減到宛如刮痧。賽後 ，Void 的隊長摘下耳機，夜叉的強不在於他能救多少人，而在於他能讓對手恐懼到連勝利都不敢相信。減號減號減號。第4章，深淵與刀鋒的共業。夜叉和刀鋒寶貝根本是官方的陰謀。
玩家論壇熱門貼分析，當刀鋒寶貝逼迫玩家追求極致擊殺，夜叉則用團隊協作反制，兩者形成破壞與修復的虛假平衡，實則逼玩家不斷購買新角色與皮膚。貼文附上夜叉傳說皮膚業火判官的銷售數據，上線3日營收破億。但深夜的某個直播間裏，深淵詩人正用夜叉輔助一名路人刀鋒寶貝。當對方殺紅眼衝進敵方高地時，他精準丟出2技能鎖鏈將其拉回，並在團戰中以身為盾觸發4次被動禁錮。原來這遊戲不只有殺戮，他喃喃自語，熒幕上飄過一條彈幕，謝謝你，讓我看到活到最後的風景。減號減號減號，伺服器的月光依舊冰冷，深淵的鎖鏈與刀鋒的殘影在野區交錯纏繞。新玩家問老手該練哪隻角色，總會得到同一句回答：要爽選刀鋒，想贏練夜叉。但真正的傳說永遠在兩者之外。